裸体花。裸体花，这个其实是最有难度的，我觉得咱俩得想想办法帮助他一下。这个不用你们帮助，这裸体画他已经跟我画过了。哇，画过了，纯爷们儿，纯爷们儿。哎，什么时候画的？跟我们说说。来，这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什么时候画的不重要，就是他已经画完了。哎，好，接着说啊。剩下的呢，就是要比他能吃辣椒，比他能喝酒。这个没问题，吃辣椒咱们忍着，喝酒咱们扛着呀。啊，是没有问题，这都没有问题。好，那就剩最后一点了，要让闪闪079接受他。这点最不是问题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全世界唯一能接近闪闪079的人，除了他就是我，绝对不可能有第三个人。那不现在就剩吃辣椒跟求婚了吗？吃辣椒咱们可以忍，最关键的求婚这事儿，咱们俩得帮他。没问题，帮他，帮他。谢谢二位。纠结啊，纠结啊！想看了就摁吧，播出去吧。想，烦他还来不及呢，我每天待在我身边嗡嗡嗡嗡的，烦死。解释就是掩饰。冬眠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上齐明峰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再要看不出来，估计就没有人能看得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也许，可能，大概，差不多是吧。我的问题解决了，你们俩呢？我们俩呢？杨大伟，你对待宁可风你就得狠；齐明峰，你对待冬眠你就得轻。女人缺的是什么？她缺的是安全感。她缺少安全感，咱们就给她安全感。所以说我告诉你们，咱们必须得想办法让她觉得，男人是重要的，让他们离不开男人。没错，说得好。AJIP，我看啊，通通告诉我密码。大哥啊，稍等一会儿，我要接个这个。走。你们敢欺负我杨大伟的女人，看我今天不把你们给碎尸万段！来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还没到呀。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。哎呀。好，停。看。亲爱的，我跟你说，
这几个玩偶背后贴着都是我和你的关系，情人、夫妻、朋友，还有陌生人。我们的关系啊？对，就让我们的关系交给上天来决定吧，看我到底是你生命里的谁。套圈吧。啊？套圈儿？就让我们的关系交给这几个玩偶。啊！你眼睛怎么了？这是？亲爱的，亲爱的，这个不重要，咱们套圈比较重要。啊，不要再让咱们痛苦等待了。如果上天让咱们成为不了恋人，我也认了。如果我要是套到陌生人……亲爱的，别为我担心，这都是命。来吧。哎，老师。你眼睛怎么了？跟人打架啦？我这么一热爱和平的人，怎么会跟人打架呢？是吧？我也说，就你这小身板打得过谁呀？那你眼睛怎么了？我昨天晚上起床尿尿没开灯，完了又撞门框上了。啊！满眼睛都是谎，谁家门框不完呢？我照没有记住含量吧？含量个屁含量！走，哎，干嘛去？上药去？不用，哎呀，这都没味，上哪药去？真不用，真怎么不不用。用啊？不听话是不是？是不听话？孩子他妈，不是，这不能这样，男子汉的还有点伤了，伤痕是男子汉的忠诚。哎哎。怎么回事啊？喝多了。上次就是你大声喧哗，来了个搅局的，静悄悄。对呀，你那个豆豆为什么老长那么多？怎么了？兴奋到吃不了难受。又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可不。